看到国民党这一届2020年的选举，输给总统蔡英文264万票。台南市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伊嘛特别出面，讲这一届中的选民，也有少年的选票，老是伤过济。咱做伙来听谢龙介详细的讲法。这一次当然出乎我们意料了，但是我们也会深切的检讨，那接受选民的这个决定。选民现在就是要国民党做一个忠诚的在野党，所以原本预估台南市会有1至2席，那么这像是一个大海啸还不至于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大改变但是也是一个风向就是民意就是这么表达。那韩市长呢也拿了超过550万票，所以就是说基本上蓝只守住了基本盘，可是这个基本盘呢就变成有一些中间选民跟年轻世代他不买单，就造成了这个世代的问题出来了。所以整个就是执政党巧妙的用国家的危机感，在去年的1月份我就说今年会很难打，因为一定会用国安议题类似印度总理执政政绩很差，但是他为什么连任，他就打出了跟中印之间的这个危机，所以造成最后他是连任成功。那蔡总统跟民进党也很巧妙的复制了这个版本，所以造成世代之间呢对这个危机意识的提高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嘛，这就是在民主的一个真谛。我们败选不会要谁去向某个人道歉的，这是选民的决定，我们一定充分忠诚的接受。